村入面嘅文明祭酒啊，宣傳同埋呢個森林防火安全。我打算呢，就將一啲宣傳呢個要點咁啊錄成呢個錄音，喺我哋村入邊呢，就循環咁播放。咁我哋揾邊個錄音呢？有辦法，大嫂，揾你配個音啊！好啊！防火無小事，今日多關注，森林防火要記住。好，拉下，揾你配個音先，得啦。防火意識要紮根，伙計唔好大起身。此前莫在山上燒，鮮花一束情也真。好，冇乜話嚟啊！啱咯，明眼見到你啊，搞段嘢錄音先，森林防火宣傳啊。林區禁止野炊用火，加強森林防火，保護綠樹青山。好，宣傳下呢個森林防火安全。冇問題，嚟。森林火中我好鬼怕，草木成灰我淚嘩嘩，守得青山我笑哈哈，森林防火我吹喇叭，跌嗒跌嗒跌跌嗒。森林防火，人人有責，請大家共同守護好我們的家園。